先来祈祷。荣耀的上帝，圣洁的主，愿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恳求主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让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敬拜，阮会当亲目睭看见上帝你家己的荣耀。主，互阮知影，你实实在在甲阮同在。虽然阮看袂到你，但是上帝，你必伫阮一生中间，成做阮的帮站，成做阮的主。阮伫你的面前，要用敬拜的心来学习你。阮将今仔所有参加伫敬拜赞美的青年、圣歌队的兄弟姊妹、诗会的同工，主恳求你赏赐因有圣神的开力，互阮所发出的声音，阮所发出的笑容，阮生命所发出每一种的感情，拢会通诚侪有影响力，互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来享受甲主你同在。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愿阳光归伫你，愿你的阳光也降临伫每一个你的囝儿的目睭前，互阮看到主你的荣耀甲尊贵。阮将今仔日敬拜恭敬交伫你的手中，祈祷我个所有圣名，阿门。咱准备心来朝今仔日的礼拜。今仔互咱做伙来敬拜主。脚步。更多的勇气。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
下来我们一起来唱《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去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在一天的开始，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让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面临一切挑战的时候，拥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只说你要我们说的，只想你要我们想的，只做你要我们做的，接受你一切美好的旨意。我们在这里全心全意的敬拜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让我们尊比心来礼拜。走噶。
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囝啊，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伫伊一切的恩惠。三甲来念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记入吟全首。咱三个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经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顿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三角的启应，启应文23篇。
诗篇118篇。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耶和华就因我，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人要惩罚得我奈何？就甲我开义的门，我要入去感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伊的人要入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佮诚做拯救我的。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咱的目睭要看伊做奇怪。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7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耶和华打求你拯救，耶和华打求你，打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伊的光相关。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最悬。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是永远伫地。接过来吟圣诗65首。圣诗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坐咧吟全首。
甲额头来祈祷。感谢上帝，伫阮日常的生活中有上帝的话甲阮同在的时，阮无论做啥物，拢感觉有一双手扶持我，凡事拢顺利。上帝话是真实，上帝话是通信的，因为阮是上主国度的百姓，凡事以上帝话的价值做阮生活的准绳，也互上帝祝福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上帝。赞美，请献乐队。我。
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载旧约诗篇23章第3节，诗篇23篇第3节。伊互我的灵魂精英，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咱搁看一位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6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6节。咬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正道为神着迷的幸福，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今仔日足特别，因为咱有2个真特别的家庭，一个是对加拿大倒来毕业，甲寻恩恩信，佮有淑音姐，佮有另外一个是 Cliff 甲佩芳姐，因对一个对美国倒来吼，对阿拉斯加倒来，咱真欢喜，咱做伙做礼拜是一个祝福，咱当心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赐生的天父上帝，阮恭敬进入你的圣殿，我要伫你的面前讲起你的奇妙，我嘛要伫你的面前来发出阮内心最深的祈祷。主啊，求你互阮的囡仔，伫你的阳光的中间来大汉，伫上帝你的话，也伫你圣神的帮助中间，因通因为认捌上帝，因的生命要真做非常有价值，不是只要有，而是要更好。互因的生命不但是敢若得到，反倒当要追求迄个，真正是上帝所赏赐阮伫生命中间唯一袂当欠缺上好的福分。主求你对阮讲话，因为你的罗卜的言语有限，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来做奇妙的工。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牧师的题目讲为神着迷的幸福。意思就是，咱看见上帝的阳光，咱看见上帝伊的尊贵。对迄个时阵开始，咱对这个信仰有真无共款的看法。这个感动有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咱拜六的查经班，一礼拜所读的圣经，拄就是今仔日的马太福音第5章，伫迄个所在讲，枵喙焦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食饱。食饱敢无较简单，来去街仔像我控肉饭，你若袂饱3碗就饱。食饱敢无较简单，但是人有一种袂通满足的是啥物？咱的灵魂，咱的灵魂不但爱食饱，爱阁食卡，对无？台湾人即摆食饱已经无稀罕啦，因为台湾人已经毋是生活伫迄个贫穷线的下面。全世界有50%-60%以上的人是食袂饱的生活。对台湾人来讲，食饱已经毋是一个困难的代志。但是人愈食愈枵，人要到枵，毋是无饼通食，无水通啉，乃是因为欠缺上帝的记。我要甲咱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真做牧师对这个囡仔顶悬学习，也要祝福咱大家。即个拜咱教会有一个过去3不5时会来咱遮做礼拜，对喜乐保院来一个叫做林黄成，喜乐保院的姊妹兄弟，恁拢知影黄成。即个妈妈是伊的妈妈是住伫桃园，即个囡仔应该是一个稍微有智能上的不足的青年，但是即个囡仔真有信仰，伊是咱教会内底。喜乐保育院参加咱教会11奉献的一个人，兄弟姊妹，牧师要鼓励恁爱11奉献啊，毋是因为咱教会欠钱，当咱用奉献来荣耀上帝的时，上帝要将天灵的祝福放伫咱的生命。因为圣经讲，为什么要11奉献？圣经讲，你以此是我，你应该来试看卖，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你将你所有的感情、感恩的心所奉献的金钱，
我要甲伊转做祝福人的经济，互更较侪人得到祝福。你嘛要得到我专人交庇的祝福。黄晨是一个伫喜乐堡医院24小时被喜乐堡医院照顾的一个查甫囡仔，有一个妹妹，起码有一个红婴仔，大概3岁。这礼拜应该毋是这礼拜，这个月的中间，这个囡仔连续2摆看到咱教会直播礼拜，拢流目屎。伊的阿嬷感觉足奇怪，后来就打电话互我，因为这个囡仔就亲像伫先伫伊利身边的撒伯尼，伊听到异象，看到异象。这个囡仔咧做礼拜的时阵，伊看到直播的礼拜，陈牧师咧讲祈祷的时。这个囡仔参加迄个礼拜的时阵，圣神互伊看到，所以这个囡仔流目屎，这是第一摆引起伊的妈妈甲伊的阿嬷注意的事。第二摆，因为这个直播礼拜结束了后 ，YouTube 佫跳出来另外一块，就是咧介绍主堂教会特色教会的一块影片。迄个影片中间，伊看到主堂教会，后来这个囡仔又佫足专心咧看，然后伊的目眶就流出目屎。伊阿嬷甲伊问讲：“雨晴，你是安那咧流目屎？”通常囡仔来咧哭拢会出声对无？伊会拢大声哭，但雨晴这时阵，伊所流出来目屎，其实是一种看到异象。牧师为甚物要甲恁分享这个见证？伊所看到毋是主堂教会，伊所看到毋是但信会牧师。这个囡仔伫异象中间看到一个咱毋知影的代志，牧师嘛毋知影迄个时阵，上帝互这个3岁的囡仔看到什么种的异象。我要用这个见证甲咱讲，有时咱看袂到，但是咱甲上帝讨。主，当我若看到你的荣耀的时，当我若看到你荣耀的时，我就知影这个世间开遮尔水。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个礼拜亲自对恁讲话。我真爱听这个牧师的讲道，你也看伊咧讲道的动作，比那个牧师更加热情。这个牧师叫做John Piper，伊是一个我真爱听讲道的一个牧师。伊伫美国，伊除了牧会以外，伊阁设一个福音频道。伫美国的这个福音的节目顶端，有一个名叫做 Design God， 就是渴慕神。因为伊发现，对伊细汉，伊所追求、所恭敬、相信的上帝，是一个让他一生着迷。你听我的意思吗？就是伊甲上帝的关系，毋是一个真无主无味。伊甲上帝的关系是一个，伊深深受到吸引，伊真爱，伊的心无。咱单位讲，咬喙搭心无义，心无啦。心无的意思就是一种真深刻的内面的渴慕，深刻的渴慕。John Piper 伊少年的时阵听到一个牧师的演讲讲道，迄个牧师是一个英国伫18世纪、19世纪唤起英国的教会足大复兴，一个牧师叫做爱德华兹。这个爱德华兹咧讲起，人的心内若有敬畏上帝的心，伊的内面就有一种信仰。迄种的信仰叫做神圣的感情，神圣的感情。伊会真爱亲近上帝，伊会真爱做礼拜，伊会真爱吟诗，伊会真爱读圣经。因为伫迄个中间，伊享受着甲上帝同在的快乐。今仔日牧师的题目是为着咱在座千亿惠安甲这个善智善主以恩乔恩。特别是乔恩，恁两个今仔日敬的第3条歌，牧师很受感动。牧师嘛要甲你提醒，你要用这一条歌成为你一辈子的祷告。我们生命不只是求有，我们的生命要求好。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要求有，我们要求那个最好的。听这恁讲对吗？敢若食一碗空肉饭有啥物遗憾？今仔台湾人啥物无？你若敢开一顿几万块，你一个人较大顿的伊嘛开，毋是讲足大顿，食卡。所以你姊妹，你的灵命内底敢有食到迄个真卡？所以无论是爱德华兹，无论是这个John Piper，这个牧师，
伊拢鼓励人教会父母基督徒，爱用对的物件来养饲你的囡仔，互你的囡仔担着上帝福音的慈悲。比喻跟守正，上帝祝福恁两个宝贝囡仔，嘛阁有就是小金这恁两个家子的家庭，上帝拢祝福恁。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我要对你大大开喙，主你互我一生定心享受着上帝你所赏赐我对天人来祝福。这就是今仔日圣经所讲的祝福。伫圣经内底所讲的祝福，伫八福的内底，伊所用的这个字叫做 Makarios。Makarios 这个字，伫圣经伫希腊的时代，是一个足特别的字。这个字是世间人未堪得得到，敢若天上的主神神明才会当得到。意思就是对天顶的迄种的极致的幸福。兄弟姊妹，耶稣甲希腊人讲，恁真早亚里士多德咧甲恁讲迄个 Makarios eudaimonia， 其实就是天顶所要互咱的八福。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中，敢有甚物人教过你追求幸福？牧师今仔用三个人，这三个人拢讲起幸福。中这个人因为伊无相片，伊活伫2300年前，伊叫做亚里士多德，伊是西方的孔子。搁另外边仔迄个叫做孔子，是东方的真伟大的老师。搁来，你应该捌这个相片，虽然恁毋捌看去，但是恁知影，这个可能就是耶稣。耶稣是活伫2000年前，孔子活伫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活伫2300几年前，要到2400年前。咱伫通常生活咧，甲人祝福的时候，咱讲祝福你五福临门。现在你讲祝福的时候，你敢知影？迄五福是哪五福？咱拢知讲五福临门，但是恁讲袂出来啊。好死嘛是一个祝福啦。孔子讲迄足歹听的话，伊讲第5个福就是什么？善终。我迄种足幸福，无久长病，到我年老困去，我就回天家了。我毋免插工，我毋免卧床，我毋免互人照顾，我一生活了自由自在，每一天行动拢方便。孔子所讲的善终，有福气的人，但是无论亚里士多德，无论孔子，因所讲的福气，毋是数字多甲少。八福其实只有一福，八福伊讲的一福就是天国的福音。圣经讲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传天国的福音。八福讲有福气的人，因看起天国；有福气的人，因互人称作天公仔囝。因讲因就是上帝的囝儿。有福气的人是甚物？上帝的国度为着伊降临，伊就得到上帝的国。所以幸福毋是数字，幸福是一种的完完全全交别。但是亚里士多跟孔子因无法度讲到主耶稣基督所讲一种的画面叫做永生。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人，孔子是人，因毋知影伫即个宇宙中间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只有对上帝来的耶稣，伊才知影。亲爱的姊妹，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耶稣讲即个祝福的中间的第4句话，伊讲咬喙搭幸无义的人有福气。咱做耶稣的学生，咱做上帝的囝子，咱称咱做天公仔囝，人称咱做基督徒，人称咱做天父上帝光明之子。咱伫教会出去，就亲像牧师拄则问咱讲，你敢知影五福临门是哪5福？而且我敢会当问恁，如果你的囡仔若问你讲，爸爸，什么是上帝的公义？什么是上帝的义？这个义到底什么意思？而且咱敢讲会清楚？上帝的义足简单，莫讲甲足复杂。我会当用真侪以圣经内底原文的意思来解说互咱听。上帝的义就是咧讲其上帝完全的水啦。当你若看到上帝的水，你就知影你家己还阁有真侪幸福。
你看到上帝阳光的时阵，你会感觉你所穿的衫，无一领衫比耶稣上帝甲主耶稣伊的阳光的衫，搁较互你羡慕。所以今日圣经讲，为神着迷的人有福了。种派不是安尼，伊每一摆咧讲道中间，伊用迄种的热情是一个真自然而然流露的，因为伊有谈到迄个福音的滋味，伊有享受到看到上帝迄个荣耀的快乐。拄则牧师甲咱分享这个3岁的囡仔叫做林雨晴，伊的妈妈甲我约时间，伊讲牧师，我敢会当专工甲我的查某囝甲孙仔，阮来德堂，请你为着阮的雨晴祷告。我讲当然会使，我嘛非常的欢喜。教会敢毋是受为人祈祷的嘛？我一直咧想雨晴，伊看到啥？我毋是像着等伊离，我会当知影伊看到的异象甲伊的异梦。但是我知影，上帝互即个3岁的囡仔看到一项，伫一生中间真无共款。一个父母爱会晓得帮助囡仔一生持守上帝所予伊的迄种的圣洁、尊贵、荣耀的画名。我阁讲一摆，咱做牧者、做牧师、做中正、做父母，咱有一个真要紧的人生的功课，就是教咱的囡仔持守伊看到的异象。3岁雨晴看到上帝的异象，毋是因为看到陈牧师的慈祥的面，毋是看到这堂教会真水的礼拜堂，伊一支镜头一直记。伊牧师，伊的阿嬷问伊讲：雨晴，你看到啥？伊举伊的镜头讲袂出话，伊咧支迄个这堂教会、迄个特色教会的传播。我有一个足欢喜，上帝通过雨晴咧甲我讲。你无孤单，因为我甲你伫咧，遐这恁同意吗？上帝嘛咧甲咱讲，伫恁的中间，我甲恁同在，阿免吗？但是3岁雨晴看到即个异象，敢会当陪伊到一生的路尾？会，我相信，因为踮伫伊内底的圣神，比牧师搁较会当陪伊到永远。咱若是做父母。咱来陪咱的囡仔，活伫上帝的义，将上帝伊的圣洁，义即个义原文的意思就是正直、公义、清洁，所有的品德，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咱若是基督徒，咱都有基督徒的行；咱若是上帝的囝，咱都有上帝的囝的行。安尼有简单了解吗？兄弟姊妹，如果你若讲，上帝啊，你的义到底有包含什么？你会当家己安静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邀请圣神教你明白。你讲上帝求你，我看到你的荣耀，因为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牧师甲阮讲到一个3岁的囡仔，伊看到我毋捌看到，我嘛毋知影异象，但是伊看到这个异象的时，伊的心内有一种真特别的感情。圣洁的情绪，宗教的感情，我要恳求天父上帝将这种的感情放伫阮礼拜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对今仔日开始无搁再枵，无搁再喙焦，互阮对少年到年老，阮的一生无怨无悔。因为天父上帝，你要将你上好的物件画面放伫阮的内底，恳求天父上帝将伊甘甜的福气。诗篇讲有福气的人，八福嘛讲有福气的人。咱甲上帝讲是我。诗篇讲有福气的人，你读了你要敢捌讲阿免？今仔耶稣教人讲，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上帝国。心内颂扬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上帝的国。有福气的人，咱甲上帝讲，是我感谢你。咱来到上帝的面前，今仔这3句话拢作对。诗篇23篇只有1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6节只有1节，阁有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伊讲独
恁就爱大声求，恁知影求什么？上帝国甲上帝的义，主耶稣恳求你将天国的福气享受伫我的生命中，让我活在人间天堂。此生此刻，此时此刻，主我一生享受主你的甘甜，主求你帮助我。耶稣今仔日所予咱的话讲，要喙打羡慕伊的人，伊的意思就是，你若看到上帝，你对心来羡慕，你有福气，因为上帝要将伊的完全的荣耀尊贵。审美观念，大家人拢无共款，这袂当勉强。有的人爱穿什么色的衫，有的人较穿到迄种色的衫，这是人的伊对家己自我的主张，嘛是对家己自我的感觉，安尼是一个水。今仔这句话其实咧讲起生命的美学，要喙打羡慕伊，要喙打的意思就是渴慕啦。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你看到什么人是你一生中间足欣赏的啊？这种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为什么？当你羡慕这个人的时阵，你讲到伊生命中间什么种的好，兄弟姊妹，迄种的好感是真正的好。原来来到主的面前，咱求圣神，也求主耶稣帮衬。因为主耶稣既然所讲出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教示；既然主耶稣所讲的话，就是一个邀请；既然主所讲的话，就是一个应允。伊讲我要互你有一个满足的喜乐，食饱是这个意思。你若继续读落去，特别是伫约翰福音的内底，伊讲我要将我的喜乐留给你们，我要将我的平安喜乐留给恁，佮互恁的喜乐安那满满。叫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兄弟姊妹，你若感觉你的生命中间还佫有遗憾，你若感觉你毋知你头前啥物是一个上宝贝，安静祈祷，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因为对上帝来的福气，对上帝来的福气，伊要成做你一生中间满足的基础。八福的这个福。伊伫圣经的原文叫做 Makarios， 这个字是所有人间中间希腊人所讲的最高等级的幸福。无论亚里士多德，无论孔子，因为孔子毋敢讲有一种福气对天人来。孔子有一句话讲：“人不知生，岂能知死？”有无？不知生，焉知死？伊知影伊就有智慧，伊才会当分析，伊才会当反省，伊才能主张人伫世间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但是伊无法度解说伫天人上帝所应允的遮个，咱伫上帝的义的内底，生命要足无共款。我要将这句话送互咱大家。一个少年的囡仔，当伊似懂非懂3岁时，一个囡仔也未有少年委托的烦恼之前，如果伊的爸爸妈妈若将上帝的义放伫伊的思想的内底，这个囡仔要一生伫清气、正直、尊贵的中间大汉。恁知影为什么吗？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义。耶稣的保惠就要看伫这个囡仔的心思意念。这个囡仔伫主耶稣的保惠陪伴的内底，伊一生拄着所有的试探，保惠，甲上帝的价值、上帝的义为伊祈祷。这个囡仔一生中间毋免行冤枉路，袂伫情欲的内底来失败跋倒，毋是因为伊有能力。是因为咱今仔这做礼拜中间所讲起的，这个看袂到的上帝，因为伊造天造地，造清气的心，阁有神创造正直的神。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不但帮助咱的囡仔，嘛帮助在座所有兄弟姊妹。
咱享受。当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对生命人生的主张要全然无共款。愿主的圣神祝福你，互你有保罗的福气。你讲牧师的什么福气？伊讲前我看世间的荣华富贵做宝贝，但是独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知影有一项比这的更较宝贝。当伊放入这个世间的时阵，伊讲出伊信仰的坚持，讲伫上帝的恩典的中间，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那在你想圣经是一个形容词吗？你相信圣经所讲的是人伫一生中间的一条幸福的道路吗？有真侪基督徒开真侪钱去欧洲行一条2000年来叫做朝圣之旅啊！因为欧洲一条真值得人灵修的时阵，真侪人对这个国家行过迄个国家，啊一步一脚印，就真侪信西藏喇嘛的遮个藏佛的信徒，3步一跪，9步一拜，用伊的脚一步一步行去拉萨，然后伫迄个所在来拜拜。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就是一个朝圣之旅，不一定爱去法国，不一定爱去西班牙。伫你的人生每一天，拢是朝圣之旅。愿今仔这个圣经引出咱，世间人，包括你，包括我，咱拢需要有一种道理，一种的福音。这种的福音会当互咱看见上帝伊的真善美，这种的福音会当互咱看见上帝真正是上帝。当咱看见上帝荣耀了后，你的生命要因为伊全然无共款。每一个兄弟姊妹，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中，为你家己祈祷，求圣神帮助我一生为上帝而着迷，求圣神帮助我，互我一生活伫上帝的荣耀的内底，互我一生活伫上帝的荣耀的内底。兄弟姊妹，为着你的囡仔祈祷，互你的囡仔，伊的主张毋是对你来，是对上帝来。咱要甲咱的囡仔讲主张，咱的囡仔无一定同意咱的主张，但是咱为祈祷，求天父上帝亲自互伊的圣神对伊讲话，互因一生看到上帝的欢喜，来享受上帝为因所备办的。我要用这张相片，请咱安静。这张相片原本咧讲起一个杯啊，伊内底底是足清气的水，但是后来有一个艺术家，伊就将迄个色素，无论红色，无论是蓝色，无论黄色，无论橘色，会将这色素滴落去伫这个杯啊内底。这好亲像咱的人生，为什么？因为咱人生所拄到的情景，每一个情绪，拢一个色彩。我记得庄有许伫美国肯塔基的时，伊有一日去上课，回来，伊甲我分享讲，牧师毋是牧师，老师今仔日问我一个问题，讲：当你很忧伤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个颜色？人的情绪好像色彩一样，有足侪无共款的色。伊滴伫你的心内，滴伫你的心，滴伫心。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你若将有所有的迄个这个水彩的原料，你若我滴一滴，最后你甲拉做一杯的时阵，你敢知影迄是啥物色？你拢知影。咱的情绪那个拉眼前一片黑啊！所以兄弟姊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神在咱的情绪，圣神在咱的思想，圣神在咱心中的渴望、价值观。恳求天父上帝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帮助咱
主耶稣，互咱的生命重新获得洁净，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求天父上帝，互咱的生命中间有一杯对上帝来。今仔日的圣经安尼讲，伊互我的灵魂精英，意思就是我内心的七情六欲，伊互我内心的情绪，互我内心的感情，互我的灵魂，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上帝的正义，上帝的正直。意思就是重新甲我倒掉我生命内底迄个拉拉做一杯黑色的水，主甲我倒掉，主阁重新将伊的灵放伫我的内底，伊互我的灵魂精英，为了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上帝要伸手牵你正手，上帝要伸伊的倒手牵你的亲人，上帝要伸出伊的手牵咱教会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伙伫稳定的中间向前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你的生命无共款，阿免嘛？你相信，你若遵照上帝的话来行，你的生命要无共款吗？毋免惊，无论过去你是一个什么种的生活，无论过去你安怎，对今仔开始，你甲上帝讲话，你甲上帝参详，你甲上帝讨论，因为咱的人生是上帝予咱的，毋免甲亚里士多德，毋免甲孔子，甲你内心的圣心参详。主啊，我着怎样做？主啊，我着怎样做？我的一生才会当幸福。求主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定心，注意这句话，定心。主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互人得到新的活命。你讲敢有可能？遐哩垃圾的水，你要叫我啉，我敢啉得落？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大摆恁啉的是，伫用安的。来纪念我，也即愿咱准备心后礼拜，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求你教示我明白上帝的义。上帝的义是甚物？上帝的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义，伊的宝血要洗清人所有心中的垃圾、污秽、搞怪。骄傲，主耶稣的宝血，所以圣经讲因信称义。伫今仔日个礼拜，主耶稣讲摇嘴打开嘴，甲从日讨。上帝要将伊的活命放伫你的内底。主耶稣讲即句话的意思，嘛是咧邀请咱伫人生的中间做正确的选择。顶礼拜牧师有甲咱讲因果关系。有个人开始咧想，牧师你拄则所讲的因果到底是啥物意思？但是牧师有甲咱讲，所有的宗教拢有讲到因果的关系，但是无一个宗教讲救恩。意思就是伫人已经拍垃圾了后，我要怎样？这礼拜我看到一个电影，是一个真可真互人感觉忧伤的一个电影。伊咧讲起伫一个中东的地方，因为战争有真侪这童兵吼，和这个恐怖分子掠去做因的细汉的童奴共款，讲做一种的恋童症的因的发泄的情绪。有一个这个中东的一个阿叔，伊知影伊哥哥的囡仔去互掠去苦毒，所以专工对美国去救这个囡仔。迄故事大概咧讲这个故事。当伊找到这个囡仔，嘛用伊的性命甲伊救出来了后，因两人坐咧聊天。伊阿伯问伊讲：“你敢还会记得你的爸爸？”伊讲：“愈来愈袂记，因为足细汉的时阵，爸爸的形直直无去，因为愈大汉了久无看到。伊的阿叔将伊甲伊爸爸翕的一张相片摕出来，
送互伊。伊讲这就是你的爸爸，这就是你。伊讲我做噩梦，甲伊忘掉。阿静问伊讲为什么？这个囡仔讲，我觉得我很肮脏。因为一个囡仔足细汉，伊无法度拒绝遐个，甲伊当作恋童症的性侵对象的人对伊的伤害。这个囡仔感觉伊的身躯已经进入嗅觉，就是讲一块碗剥了个必顺嗅觉，伊感觉伊人生已经是无清气。伊阿姐甲伊讲 ：“No， 毋是，无清气是遐个人，毋是你。”亲爱的姊妹，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若愿意，你甲主讲，再给我一个机会。这是圣经内底讲，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耶稣讲这句话，最主要是要帮助咱，重新用上帝的荣耀、圣洁、正直、清气，来活出上帝的荣耀，互上帝得的荣耀，将上帝的清气放伫你的内心。所以，这种的正直、这种的圣洁的画面，不是外在，不是别人，是甲咱个人。所以，弟姊妹，你若愿意，你当用今仔日牧师送你这句话，因为耶稣通过今仔日讲，要喙打翕无记的人，伊的意思就是，你爱伫你的内心，甲上帝讲，上帝，我爱，我要抬头挺胸归我的生命。不是我肮脏，是这个世界上肮脏。但是主啊，我活伫这种的环境的内底，我亲像一个泥沼内底，我踏一步就顶你一步，踏一步顶一步。主啊，我徛不出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咱求上帝国降临。伫地，亲像伫天顶，你会记吗？主要说教咱的祈祷就是讲，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顶，亲像伫天顶。咱若求上帝的义、上帝的国，一进入咱的心内上深的所在，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上帝要赏赐咱迄个清气的开力，上帝要赏赐咱一个知影好歹对毋对。而且上帝要予咱有一个愿意重新再来的勇气，求天父上帝帮助。上帝的义伫圣经旧约叫做 Sedek， 伫新约伊叫做 Dikaios。这个字介简单来讲，就是上帝美德的总称啊，也是讲所有人间所有良善的源头，总称跟源头。保罗讲，不要效法这次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12章第2节，总要查验，爱认真去想，什么是上帝良善、纯全、喜悦的旨意。做一个基督徒，咱听讲道的目的，就是要听到圣经咧讲起，什么是上帝所欢喜、圣洁的、骄卑的。完整的、真正的上帝的要求甲道理，求天父上帝讲互咱听，也求天父上帝接纳恁的祈祷。你若未了解，或者毋通放弃一种上简单的方法。你若未了解一寡人生的道理，你通下手祈祷讲，求圣神帮助我，赏赐我智慧。我阁讲一摆，恁家学起来，背起来。求圣神帮助我，赏赐我智慧，互我明白，上帝是一个心中的上帝。你就会想起真多圣经早都已经讲过，上帝的灵若踮伫伊的内底，有智慧的灵，他就有聪明的灵，他就有测位的灵，他就有能力的灵，他就拥有知识的灵，他就拥有敬畏耶和华的灵。牧师记伫什么所在？
以赛亚11章第2节。兄弟姊妹，听一摆的讲道袂通改变你一生，听一摆的讲道嘛无法度互你一生的坚持，拥有那种活泼的、永远的动力。就亲像我拄则有甲咱讲，3岁的囡仔看到异象，这个异象敢会通陪伊到一生的路尾 ？Yes, no， 有可能，但是嘛有无可能。父母爱帮助这个囡仔，会记得，伊曾经是上帝用应许带来的孩子。这个阿嬷知影，这个囡仔看到一个异象，伊讲牧师，敢会当请你为我的孙仔祈祷，互我的囡仔。我知影上帝爱这个囡仔，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妈妈，敬畏上帝的阿嬷，继续陪这个囡仔看到异象。上帝的宝贝，主堂教会每一个年轻的孩子们，你的天父，我的天父，都爱我们。天上的父亲爱我们。原来在伊的面前，咱知影咱的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申命记32章第4节讲：我的上帝是我的石盘，伊的行为完全，伊所做的拢是公平。伊是信实的上帝，伊公义佮正直。伊是信实的上帝，公义佮正直。这个信实这个字叫阿门。伊讲诚实无为这个字，其实就是咱咧讲的阿门。阿嘛会当叫做 amen。amen 的意思甲阿门是同一个字，但是因为伊的母音无共款，动词词态无共款，读法也无共款。amen 的意思就是真理啦。我的上帝是一个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的上帝。主啊，求你怜悯帮助阮。拄则阮看到迄个相片，阮的心就亲像有真多这情绪的色彩，这色素滴伫阮的心思意念的内底，回不去了。天父上帝，阮的心思意念回不去了。独独只有主耶稣你的保护，会当互阮的心清气、心正直。主帮助我，互我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我定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主，我将我生命的杯，甲你讨，福杯满溢，圣洁的杯，互我担着主稳定的滋味。现在咱甲主讨，今仔日我简单的结论：第一，上帝的义对你的生命中间真重要。你若有清气的心，你的一生会通远离诱惑。我再讲一摆，一个基督徒若懂得尊重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本质，心中若有神，伊看什么拢是神。心中若有遐个垃圾、毒素，看到什么拢是垃圾。你食的，你毋知垃圾，但是拢总食着垃圾。愿上帝的义甲你三个伫地。一个人若愿意通过祈祷，互上帝伊家己的本性，上帝的义本身就是上帝的本质。伫保罗伊的批内底伊讲，上帝的全然的本性，上帝的性情，伊翻译做英语叫做 nature， 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性情。咱若有上帝的性情伫咱的内面，咱的生命要得到极大的保守，就亲像预防针，搭伫咱的内底，主帮助咱，互咱知影上帝神圣的本性是有力量的，上帝神圣的本质会伫伊的囡仔的内底，互伊的囡仔有能力赢过这个世间黑暗的关系。或者安尼有重要吗？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注重你家己内心。上帝的性情叫做你的性情，伫上帝面前求上帝，互你的生命无共款。每一礼拜拢有一个小小的改变，
每一礼拜拢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到年老的时阵，咱就有足大的无共款的改变。有真侪时阵，咱即摆所拄着，咱毋知影；有时咱会知。主伫我少年的时阵，有一届危险来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毋知影，迄对我来讲是一个咒诅甲危险。迄个当时为什么我无跋倒？所以我到今仔日才知影讲，虽然说，当我还阁是细汉囡仔，我为着我家己的性命祈祷时，你就已经用你的保护穿伫我的身躯顶悬，亲像约瑟的彩衣有无？伊的爸母甲伊请一件真水的彩衣，咱天顶的爸爸，伊嘛用伊圣洁的活命荣耀甲尊贵，甲咱量身定做咱的心思意念。所以上帝的水、上帝的义，包含咱外在的行为，嘛包含咱内在的心思意念，包含咱外口的伦理生活，嘛包含咱内面的价值观念。愿天父上帝，互咱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咱伫礼拜中间，咱甲上帝讲：我独独悲姜望你。主耶稣对今仔日开始，我独独专心听你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会记哩。若无主耶稣，咱无人会通行到上帝的所在。若无通过主耶稣，无人会通行到上帝的所在。因为耶稣的保护是洁净的权柄，遮盖的权柄，会互咱伫引诱的中间无跋倒，伊保守咱，互咱伫一个干净的情境，上帝掌权的天国，互咱的生命得到伊的洁净跟保守。基督徒甲一般咱外面社会平常共款，咱无人有完全的亏难。面对金钱，面对色情情欲，面对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官兵，无10年，你若尊敬可比的人，请你为祈祷。一个要改变台湾的人，伊先拿起刀子甲刀叉来吃人肉。我咧讲毋知有讲白无啦，但即句话是伊讲。一个政府的官员，若甲财团做伙食饭，就好亲像用刀叉吃人肉。还没有审判之前，我先声明，无罪定论。求主帮助咱，人伫所有的引诱的内底，无人可以轻忽所亲爱的兄弟姊妹。求主保守咱。叫做保守咱，咱拢是上帝宝贝的子，吼，互咱伫这个世间，互人看见，咱是属于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也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决志讲：主啊，我将我别人毋知影、隐瞒的我心里面的痛，伫今仔日的礼拜，我将它放下。主。过去我的糊涂，过去我的软弱，过去我的不是，过去我的虚假，主你今仔日的礼拜，就是已过。奉耶稣的名，将这垃圾放下，不要再带着垃圾往前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查验神的旨意。拄则牧师已经读一届啊，伊讲不要效法这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纯全善良的旨意。真长今仔日的礼拜，第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你的囡仔祈祷，为你的囡仔祈祷，求上帝开你的囡仔的目睭，互因认识上帝，感到上帝的荣耀。这个祈祷真重要。你如果爱你的孩子，你要用上帝的话语为他祝福，为他祷告。求天父上帝，互你的囡仔认捌生命真正的价值，
咱的囡仔都希望活出美好，互咱看。我相信，咱教会无一个囡仔是例外。他们都希望他们的成长过程能够让他的爸爸妈妈以他为荣。无论是功课，无论是后来出社会，伊的工作能力。兄弟姊妹，甲你的囡仔讲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在人生中间有真多代志，到年老，那些事情终要放下。在人的一生中间有什么是不可少？唯一不可少的就是懂得去抓住真正的幸福。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帮助咱的囡仔追求有价值的生命。时间无够，这个故事我捌甲恁讲过，恁去回顾。这个威廉波伦伊所讲三句话：我的生命毫不保留，为了耶稣基督；我的十字架的朝圣之旅永不回头，为了耶稣；我的一生绝无遗憾，因为有耶稣。求天父上帝帮助你的囡仔、你的家庭，看到上帝的荣耀，活出美好。也因为上帝伊的话，他们的生命的高度从此不一样。最后，兄弟姊妹，为生命的改变祷告，因为耶稣跟咱讲：你们天上的爸爸是真善美，你们要像他一样。愿牧师解释的这段经文，会当互咱在座每一个囡仔、兄弟姊妹，咱知影，咱的天父上帝爱咱，拥有他那么干净、荣耀、圣洁的生命。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活出真正的幸福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阿爸天父，阮伫你面前，阮听到你的基督，阮的主耶稣，伊所甲阮讲的话，做安静来领受，总是阮要恳求圣神来帮助每一个阮的囡仔。对这个时刻开始，因就有一种的坚持，就是甲上帝你同在，直到因一生的路尾。伫你的手中找到因生命的答案，伫你的手中找到因生命的新的自我的图像。主帮助阮，互阮的家庭，因为阮的囡仔充满愿望、骄傲、甲欢喜。也互这间教会，因为有你的形象的画面的基督徒，伫这个所在出入，互阮的厝边知影，上帝你甲阮同在，阮伫你的面前谦卑恳求你，为着阮的软弱，为着阮无够嘅气力，为着阮不足的信心，恳求主耶稣，你来帮助阮。同心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
三甲来吟圣诗263首。至圣的天父，求你压落听，请记入吟全首。请坐，奉献。
先来欢迎今仔日倒来咱教会做礼拜的Crave 甲配方节吼，咱欢迎因倒来台湾，咱来因过伫即边吼，都有就是恩ရှင်吼，甲一个毕业吼，因对加拿大的温哥华倒来吼。英语讲很 surprise 吼，真惊讶，今仔日有真远远所在倒来的咱的兄弟姊妹做礼拜。主会听甲咱三个弟弟，咱用这个诗歌来做咱的祈祷，咱用这个诗歌来做咱的祈祷。主耶稣会听，甲咱三个弟弟，所听你伫咱的一生中，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当心来祈祷。主耶稣，你的听何等的宝贝！你的听是阮生命的泉源甲开力，是阮喜乐的源头。恳求主，你用你的慈爱来扶持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的家庭，互阮伫人生中间享受到主你所赏赐阮对天人来，迄是毋是用阮出的努力所得到主你的救恩。主你的听，互阮真做一个伫恩典中间向前行的基督徒，通向人讲起福音的滋味何等的甘甜。主你照顾阮中间若有心神不安，心灵有受搅扰，恳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互因心内有主耶稣所赏赐的平安，你的圣神进入伫因的内面。你用听来改变因心内的苦楚，求天父上帝来照顾身躯肉体破病欠安，阮的兄弟姊妹。使阮恳求主你怜悯帮赞，互因伫患难的中间会当紧恢复勇健的身躯。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怜悯，当阮身躯若破病时，是一个真艰苦的情景，求天父上帝怜悯，既若辛苦病痛，求天父上帝你医治怜悯。阮嘛为着阮的教会兄弟姊妹，阮家庭内底的四大人，阮家己的长辈，恳求天父上帝赏赐因，伫因年中的这个岁月，有上帝你极深的听，主你的平安力量，每一天甲伊三甲地地。主，互阮活咧有尊严，互因活咧有方便行动的能力。主，互阮会当真多主你所祝福的囝子，直到有一日，阮会当伫天顶来甲你相见。主，求你怜悯帮赞伫云端顶悬做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主，求你看顾，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伫主你的阳光中间看见阳光，伫主你的恩典的中间来力上加力。阮恳求天父上帝，用你的听来医治今仔这个时代甲这个社会。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来请生日的人吼，咱今仔日有祝福长老生日，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
咱同心来祈祷。目睭望你去注意去，就去。主年纪加添的时，主伊感觉伊的目睭的视力有受到影响、衰退。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互伊心灵的目睭、甲肉体的目睭，拢得到上帝你该花手，你该医治。主人的目睭若明亮，人的性命就明亮。主求你祝福搁来这年每一天，主你互将个长老伫你恩典的中间。每一天，拢伫稳定中间来学乐敬拜你。愿恳求主你甲伊三甲之地，互伊勇敢，互伊开力。主我嘛为着义慈，甲为着家贫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伫因生日的时，主你伫梦中，你伫因的灵的内底来祝福因，互因伫生日的时，通亲自对主你领受你天顶你所抹油的杯。互因会当担着主你稳定的滋味，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赐福，祈祷我家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好，咱下面来请报告吼，请来报告。三个来看周报，顶主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早起9点，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港的服侍，下周聚会，陈英宏长老领起陈忠胜长老。司琴陈美秀执事，书宪招待冯真林安路执事，爱参郭玉玲姊妹，新安宫读经表照安的家己灵修，具体交通10月初6主日有圣餐，请备办心参加。爱参后有中集会，请中集出席。10月20，咱教会。要举行中集改选，教会邀请教会兄弟同心祈祷，恳求圣灵赐予咱下一届的中集，当陪主交托的事工。第三，请为所有的里外兄弟健康甲生活祈祷。求主保守大家心身灵拢健康，耶和华以力恩上加恩。第四，新一季主日学周末营，伫10月初5开始，时间下晡2点半到5点，请为主日学的事工代祷。第五，杨那村执事。纪念奖学金会用开始申请照这个规格来办理。第六，生日的请为生日的祈祷，佮补充报告。礼拜后妇女团契改选，请妇女劳部奉献，咱家己看有出入当过节来反映。代祷事项：第一，为心身欠安的兄弟代祷；第二，为青少年心心灵甲课业祈祷；第三，为适婚的青年婚姻代祷；第四，为出外青年来代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妇林集德克达亚。以上。三甲来念上行515首，请起入吟全首。
心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避讳。